大家好，我是温胜豪，我的祖籍是屏东县高树乡，客人们欢迎光临，了解客家文化。男人的价值不是决定在体力，而是这里。我敢唔讲我无要经营民宿？我未开始讲，你就开始跟讲。你这嘛是有罪推论，未审先判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天下财大，我将陈伯独得八斗。但是我的答案不止这样。拍照让我很开心，但是我能成为一个摄影师，是因为一个女人的支持。不管是拜权女王的深情学长，还是那一年的幸福时光里懦弱男将陈波，亦或者是演获1895年秀才的爱国豪情，全都因为他炉火纯青的演技，更奠定了戏剧 A 咖温升豪演什么像什么的全手功力。其实回首温升豪在演艺圈的戏剧作品还真不少，像是在2006年播出的《危险心灵》中，温升豪就饰演教育风格严厉认真、令人又爱又恨的詹老师。谁不想补习了？我想要试试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有多少。错，不要犯公司，不要被处罚。东西啊！惹毛我们这些老师不是好。最大的转捩点应该是我拍《危险心灵》，我就易智言导演。我觉得易智言导演一直是我的老师，即便到现在，他还是我的老师。我们常常有什么事情会跟他请益。当初易智言导演找我的时候，因为我跟易导是旧识，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拍过他的广告。那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刚好是我退伍，我在东区开餐厅。我当时在餐厅当店长，有一天我看到侯制作、侯云勇跟易智言导演从我的店门口经过，我就把他们两个叫进来。那时候就易导跟侯制作、侯云勇两个人刚好带一瓶那个 whisky 到我店里面坐下来，我看他们两个在。你们是夜店呐？不是啊，吃饭的。吃饭。对，然后聊一聊，结果他们走了之后，把那个故事大纲丢在位置上，忘了带走。导演，制作人，怎么可以把故事大纲丢在那个上面？喝懵了，对不对？离开的时候忘了把剧本大纲丢在座位上。我那时候翻一翻这个剧本大纲，我说哇，这是中学生的事情，讲联考讲体制的东西。我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心里这样想。我觉得不可能是我，因为它上面是写国中生，那我觉得国中生不会有我的事情。哦，国中生的故事啦，对不对？对。哦，不止半年，8个月1年哦。那部戏过了8个月1年才动，然后易导，因为我认识易导很久，他就打给我说有个角色詹老师叫我去试一下，那我就说去试吧。那我有听耳闻说好多线上一线的男演员都去，对，我就不可能是我。那过2天他就说，你要演戏哦，吓死我了我。易智言导演绕了一圈，还是找我去试这个角色，因为他说他试过很多人，他想给我一个机会。我那时候只觉得说，终于有机会来了，我没有想到自己能不能做。我希望是一只候鸟，带你飞往温暖的小岛。他们都不来学校，突然不来学校，是不是觉得这会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他们都没有关系？我拍易智言导演的《危险心灵》之前，我大部分都是拍短片、单元剧，或者是广告片之类的。那我从来没有半年拍一部戏，半年在一个角色里。那当时我非常辛苦的原因是，我是半中生代，也不算中生代，但是因为我上面有我的对手演员是高捷、关勇、李烈、烈姐、杰哥，这些都是老演员。那跟我对的下面的演员都是第一次演戏的小朋友。那我在这边卡着是要上不上，要下不下。那导演直接跟我说，他没有太多时间管我。他要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小朋友身上，所以他请我自立自强。所以那段时间我是极度的孤单跟痛苦。我有神经病吗？你们自己不念书，我天天生气，我错了吗？看起来，我错了吗？我当年28岁，27岁，我演一个30几岁的老师。
严格来说也可以说过得去，但是说不 OK 也不 OK， 因为毕竟也很嫩。你如何诠释一个王牌的老师？那小朋友演得不好是 OK， 因为他们第一次演戏，偏偏他们演得那么完美，演得那么好，而且因为他们在演他们自己，演初中生，他们的年龄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种煎熬跟孤立的。你有的话为什么成绩一次比一次退步啊？因为我不用功。告诉同学，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羞耻。听不到。因为我不是羞耻。大声一点。因为我不是羞耻。大声一点。因为我不是羞耻。我只能说，我是压抑自己不安的心，我尽量外显式的做表现。所以那时候侯文勇，作家侯文勇就侯制作特别告诉我说，外显的东西不要做太多，因为外显的就变成报告班长里面的班长。他真正的威严是不怒而威，你可能坐在那边不动，头一抬，大家知道你生气，那个气味出来。警察突击台北市一家知名的摇头店，叫魔戒，发现许多毒品、青少年嗑药，当然还有谢振杰同学的制服。你有去过魔戒吗？你有嗑药吗？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去过魔戒？有没有嗑药？回答我。现在不要诘问谢振杰。我知道，现在不要诘问谢振杰，等一下我们有的是时间嘛。当时其实也还没有在电视剧上面被赋予这么吃重的一个配角，因为这个角色其实是要跟男主角黄河有很大量对手戏。那当时温升豪呢也没有去辜负易智言导演这样的一个灵光乍现的选角。我觉得那个时候导演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以前拍的东西就像短跑冲刺，你可能10几秒跑100公尺，但是现在我让你跑马拉松，你的续航力跟耐力 OK 吗？我们老师是不能帮同学课后补习。今天我帮同学们补习，我做的是错事。如果我今天不补了，在你们家长眼里，我也是错的。反正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与其两边都错，不如选择一边。所以我决定不教了。黄老师，你真的很年轻。什么意思？我真的很年轻。只有很年轻，才会愤世嫉俗，讨论这个人讨论。也只有很年轻，才会一坐到别人旁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直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你如何演绎出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的躯壳不同，但是躯壳的外在可以透过很多化妆或者技术去改变，但是一个人的灵魂内在是没办法改变。那最困难的就是演绎这个部分。那演绎这个部分困难，所以就必须要常常看书或者生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发动抗争，把系主任搞走。我们是赢了，可是结果呢？毕业之后，分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笔试都通过了，可是我面试了3年，都没有分发到一所学校当老师，他们都不要我，认为我是捣乱分子。所以我渐渐地学会保护我自己，变成你所谓的
性、胆小、变老。可是我不想就这样变老。我们都是这样子变老，就连谢正杰，有一天也会这样子变。我现在可以理解，半年内一个人等于2个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面。半年，一个是温升豪，一个是詹老师詹朝威，2个灵魂在一个身体里面，同样度过半年。拍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脱胎换骨。学校休息，不要教数学，不要当老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谢天杰终于把我赶走。就这样，从此以后，你们都不会随随便便变了。温升豪后来演了詹老师的角色，让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这个严厉老师的心灵之下有一个很危险的心灵。那其实这个角色让他入围了金钟奖，那也让易智言导演呢是又发掘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人才。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很多别人看不到。你必须让你的心智放在一个不是挺安全的地方，不是危险，但是也不是相对安全。从特约演员到现今的当红男主角，温升豪说，演员的付出的过程是很多人所看不到也体会不到的。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面对到更多的生老病死，温升豪整理出了一套属于他自己对于表演工作的心得。今天，他将发挥客家人好客的精神，与我们一同分享属于他的温氏武林秘籍。烦啦！你当时嘛搬这冤家片用看咧。这足复杂的，我嘛唔知当时完结片呐。反正我今晚吼，暂时无要跟他结婚。我剩余的生命，就换一天，不是特别的一天，是平凡的一天。不赢啊！我的哪一次清想？跟升豪认识最早在新竹派出所，的时候，那我新竹派出所，因为我拍戏喜欢找一些剧场演员，所以我们在前面训练的时候，也都会用一些剧场的方法在训练，好吧，锤你的那些。升豪完全没有过，好，升豪完全不懂得那个你在玩这个游戏的，其实他会想着目的干什么。通常我们在做前面训练的时候，玩一些游戏，那一些比较认真的人，像升豪说，他就会想你在干什么。可是过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我们戏开始拍，当他了解原来你们的玩法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很快上手，很快上手呢，就马上跟上去，甚至于他的戏还蛮强的，还超过。我觉得人是要慢慢去适应的，就像我现在看到摄影机在拍我，你今天叫一个人无缘无故坐在这边让你仿，他会手足无措，因为有东西拍着他。那我们是被训练到说已经习惯了，甚至我知道这个时候 pose 这样会比较好看，我就会多看2眼。没办法，这是训练。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的说活道具这个其实是没错，就是当初你从小演员、特约演员，甚至所谓的零演开始做，让你去面对习惯，说你坐在那边不会局促不安，你旁边都是工作人员，现场剧组大概20几个，有摄影、有灯光、有导演、有场记。那你要坐在那边，假装在演戏，假装在看书，或假装在办公，基本上你已经在做戏给现场20-30个人看。那我们先学会习惯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什么样的位置，慢慢的在加有台词、有情绪、有哭、有拥抱、有亲吻，甚至更多有所谓露骨把我们拍床戏，那个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旁边人那么多，你不是动物我该有因果。就会 UQB 那意思啊。头路是他也讲的，你多精神哦，就会讲拿公家中人啦。到大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他的是，因为大将后来就 delay， 然后有一些演员，其他演员就是因为有约有干嘛，现场就会气炸那些，升豪不会，他现场完全平平静静，明明是那边火烧屁股了，他就是静静的在处理那个东西，他的 EQ 一直好，我很意外。不是
金和老公温升豪从狠心自私到懊悔挽回，演技更是没话说。我要去南部工作，去赚钱。那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喜欢吗？喜欢啊。紧紧抱着女儿，但却还是得面对骨肉离别的事实。温瑞凡脸上写满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愧疚。年纪增长，你总会面对一些生老病死嘛。不只是家中的长辈，甚至有些你的平辈也会忽然的离开。那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意识到自己跟死亡或者病痛其实是靠得很近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产生一些同理心。那同理心只要一产生之后，对周遭的事物就会变得相对的敏感，你比较能够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跟今天导演剧本出来的时候，你比较理解角色在想什么，他的潜台词是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差的，这是年纪增长的。回顾温升豪的过去 ，model 出身，不久后就被挖掘去演戏。你不跟我结婚，为什么？因为你看不清楚你的心。可是我不能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2009年电视剧《拜权女王》，温升豪演出深情学长宋雨浩。当时出道已经10年的他，才终于出场爆红滋味。同时，他也获得了金钟奖男配角提名。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很多别人看不到。你必须让你的心智放在一个不是挺安全的地方，不是危险，但是也不是相对安全，因为你相对安全就安逸。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把我的心智放在一个稍危险，有点像走钢索的地方，就是每天不是这么快乐，有点忧郁，有一点抑郁，甚至愤恨，产生所谓的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某些时候会往前推，我会把自己置入在一个空间里面。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平衡，要家庭有时候要适度的平衡。那段过程对我来讲，现在回头看是好的。我觉得演员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纤细敏感的特质，才能够去产生同理心。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生老病死，那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真的一定要碰到，你可以见微知著，小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放大情绪去看。那一段时间我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不觉得说我是在等机会，我觉得我应该某种程度有在给自己一些试炼。因为你从一个小模特儿，从一个平面模特儿，要去试镜，去演短片，去演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一些戏剧，其实很辛苦。那退伍回来之后，当然有点遗忘你，因为太容易被取代。大学时就参与过短片和广告片的拍摄，更甚至是辅修电影系。温升豪对于未来，其实在学生的时期早就已经有一番属于他自己的规划。然而，当他退伍了之后，这个行业却遗忘了他。温升豪为什么反而很庆幸有这一段过程呢？客家演员温升豪与您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我在大1升大2的时候，刚好我表哥是电影导演陈奕雄，晴天娃娃的导演。那他那个时候在筹拍晴天娃娃，所以在中影。那他知道我跟我哥哥，我亲哥哥两个人对表演艺术上面都有一些认识跟兴趣，所以他就请我跟在他旁边学习。朋友都会讲说，哇，你的条件是做 model 的条件啊，所以这也在朋友的怂恿之下，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 Men's Uno 的这个国内很有名的一个男模的比赛。我还特别到阳明山去拍照片，拍完就寄过去。那一次最上镜头奖。他也因为这样的比赛被发掘出来，然后就很早就开始作为一个平面的模特。大学生的时候，你有一些作品，那因为我念世新又传播学校，同学之间总会说他在拍广告，可是他并不是那么专业，所以我在大3的时候就选修电影。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想说，如果要
确定做这个行业的话，我必须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行业。他其实在早期做过非常多的工作，这些工作也有助于他后来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化的历练。为什么样出国？高中我在工地。几岁的时候？大概念高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好跳？温升豪在环亚饭店，你知道他做多久吗？多久？大概快10年了。你有当过记者？对，我跑党政啊。对啊，厉害。你跑党政啊？你还卖过灵骨塔嘞？那个时候流行一边当记者一边卖灵骨塔。那退伍回来之后，当然别人也遗忘你，因为太容易被取代，所以我才会选择跟朋友在东区弄一家餐厅的原因是，我也想要有自己有副业。真的是那时候是因为退伍回来没事做，对不对？对，也没有办法马上衔接这个工作，然后就几个朋友投资在东区，然后就开了一个小餐厅，还不算小，贵死了，所以最后倒了。你怎样一顿多少才能出来？不是，我一个月要150几万打平哎。哦。哇，你凭什么开那么大的餐厅？就是因为后面有人支持，所以就搞大一点，结果不行啊。不行。一退伍回来，偶尔只拍广告而已。你跟这业界已经脱钩了嘛？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啊。而且我在退伍之前，我也不是多了不起的演员，只是大家偶尔口耳相传说，哎，有一个演员不错，很敬业，吊钢丝被摔、被撞，我这些都不会喊，超时工作也不会喊，然后有的时候武打不用替身直接打，我就这种人，所以业界会传说这个演员很好用，而且很便宜，那就用，但是你基本上没什么知名度，也没什么，你没有喊口的机会。因为你从一个小模特儿，从一个平面模特儿，要去试镜，去演短片，去演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一些戏剧，其实是很辛苦的。还有从2009年《拜权女王》那一年幸福时光爆红后，偶像剧一档接一档的接的温升豪，未红之前也曾苦熬了将近10年呢。自己骑着摩托车去送履历，自己去请款，自己跑银行軋票子，这些过程我觉得。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也是这样。你在做业务，你自己不是要推销商品吗？只是说当时包含现在，商品是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是个商品，所以我要让大家来用我，一模一样。我带着我自己的身体去跟人家 interview， 去跟人家开会，去跟他谈价格，去收支票。我现在回头过程看一看，我还蛮小资男孩的那时候。你今天来拍戏的现场，你就是菜啊，你就是新人啊，你没有你就是领演啊，对啊，我不会特别的给你什么样的尊重或者是礼遇啊，你就是被骂。我曾经有一部戏，就是明明是男主角，今天去拿剧本，明天要拍，到现场的时候等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没有剧本，我才知道我被人家换掉。那这个事情到了10年之后，大概在上个月，他们的制作人也是我现在合作的伙伴，告诉我说对不起，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10年，那我说其实我知道，可是他告诉我说，你看可是你这10年后，你的成绩比别人还耀眼。他说我应该不会介意吧？我说不会。也就是我10年前没有合作的伙伴，10年后现在也是很紧密的伙伴。那他在告诉我10年前我被换掉的那个过程，我真的觉得说，其实有些东西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它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而且甚至我也不觉得我当初如果拍的那个东西会变成我现在的一些什么多大的改变，我觉得也许也没有。可是当初那个点就是也会有一点难过了，我就觉得说，哎呀，付出那么多，然后到现场，然后好不容易好像熬到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却硬生生的被换掉。而且我觉得演员要经过一段淬炼的过程。说得太好，我觉得这个淬炼过程会让你之后去演戏的时候，你看到脚本除了文字上面的反应跟扁平的反应之外，你可以了解它背后它的潜台词跟它内心是什么。那这个确实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如果太平凡太顺遂，我觉得它是达不到那个精髓。所以你在所有的戏当中，其实也是从跑龙套，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特约演员呐、对，临时演员、特约演员，有一句话的台词有什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哈。对，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也很
很庆幸我有经过这一段。那因为经过这一段之后，我也很能够理解一般普罗老百姓大家生活的态度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现在好像工作到一个阶段，所以旁边有一些人会帮我张罗，但是很多人生的东西我不懂，但是其实我以前了解，所以我还蛮庆幸我有那段时间。穿那个衣服是我爷爷念中学时候的衣服。那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其实是拍给我爷爷看，因为他是南部6队的故事，是我爷爷小时候的成长背景。但是我在拍摄到2/3的时候，我爷爷过世。原本一句客家话也不会说的温升豪，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接下了全客语发音的戏剧呢？重新学习母语，让温升豪对于客家又有什么样子的新的体会呢？演出过多位客家大人物的温升豪，其实他的心里却藏有着一个小小的遗憾。客人欢迎光临，将带你们一一揭晓。我们是6队的客家人。我小时候我知道我是客家人，我一半因为我妈妈是闽南人，所以我是台客。然后我也不会特别说我是客家人，但是当某些时候有人说谁是客家人的时候，我就会举手，我是客家人。可是我举完手之后，我就很心虚。你一句客家话都不会讲，只会讲是番水猛，有时候难免会有缺憾。像我爷爷奶奶，我爷爷他们日本教育，他们虽然会讲国语、台语、日语，但是我知道我爷爷奶奶在对话的时候都是讲客语。你今天在客家聚落，你跟客家阿妹阿婆说我要那边买什么买，他跟你说啊钱多少多少钱，然后用客语讲那个亲切感，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传统菜市场大部分讲闽南语，这八多少这斤多少这，对不起这个1斤肉多少，我觉得那个差异很大。那有时候我反而跟我爷爷讲台语，很怪，就是爷爷他还是用台语跟你回，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好想跟他讲客家话。然后我每次只要讲那个发音不是很标准的客家话，他就会笑，可他也不会指责你，他就笑这样子。所以到有一次有机会，28岁、29，差不多28、29的时候拍了客台的戏，开始重新学客家话。屏东内埔，你下講完咯？解土橋梯台落梯古來台灣嘅，一個字一個字，咬字咬到那個下巴要脫臼，真的不誇張，因為客家有很多 oi 啊、goi 啊、loi、oi 的音啊，但是國語跟闽南語都沒有，而且很多卷舌音，所以那個時候好辛苦。我是聽那個錄音機，每天用那個注音符號、羅馬拼音這樣子記，要背台詞而且演男主角，我真的覺得我心臟還蠻大顆，就是你不會講客家話，你去演客家台的戲，講大量的客語，然後還有情感的表演。没问题了，他没问题，他会讲，会不会讲？会。他也一来的时候完全不会讲，那我会不会讲？都会。你跟客家人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前面第一天有一点轻忽了，那个轻忽是他觉得简单了，一来发现哇，好难哦，这样子比想象难太多了。那两个礼拜的极度的压迫，睡觉都在梦呓。都在念台词，然后一上场的时候紧张。我大概2个礼拜之后，我就把录音机丢了。我竟然就可以完全会讲，连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本台今日本爱推土橋梯台文化演啊，但是成绩唔拉。这部戏是讲台大第一外科主任，就是日治时期之后，日本撤退之后。国民政府进来之后，第一个台大第一外科主任，他是客家籍，他也是美和护专、美和技术学院、美和棒球队的创办人徐棒清博士。他本身是留日，那他的背景其实他跟我爷爷大概都同辈。那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其实是拍给我爷爷看，因为他是南部6队的故事，是我爷爷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因为我爷爷年纪算大，我小时候他都已经70多岁了，但他脑袋非常好，因为他是日本教育，他会带我们到主厝去看，说这个以前家里是怎么样，
然后他会说，当年他要到京都去念书，船已经在等他，但是因为他的哥哥说，哎，还是留在这边结婚吧，什么，他会跟我讲一些年轻的时候的抱负。但是我在拍摄到2/3的时候也过世，他过世，那这个是对我来讲比较遗憾。我在戏里面有穿日本的衣服，坐着日本的船回台湾，然后穿那个衣服是我爷爷念中学时候的衣服，就是黑色的那个帽子。我看漫画书什么北斗神拳那种帽，黑色的那种制服。我穿那些衣服，就我穿得很开心。我拍照片我还拍黑白的，把它弄成黑白。我就是希望给我爷爷看，你看你孙子跟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但是他没有看到，就是有点可惜对我来说。不过我比较开心哦，现在就是我这些堂姐很可爱，他们说有时候去上香，都会跟我爷爷说啊，你孙子现在很好，日本都有粉丝。因为我爷爷非常，你知道他们受日本教育，尤其他们哥哥辈都留日，都读东京大学，那个年代，你想他们对日本有一种憧憬。因为我今天有工作到一定的成绩，让一些日本人也认识他，我想他应该也蛮开心的。爸，来几来？先去县衙门出来拜阿公婆，感谢阿公婆保佑保佑，平安归来。我们拍那些戏，很多都要在厅堂拍，比方我拍《大将徐邦先》，我从戏里面从东京回来台湾的时候，马上就是进厅拿香拜拜主公祖先，说我回来了，然后安全回来，谢谢家乡的庇佑。祖先的庇佑，我觉得这些东西跟我们这个客家人在扫墓的时候都是很可怕的。那个你在路上打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你亲戚，你懂我意思吗？就人很多，大家都集结到这个祠堂里面去祭祖。哎呦，人家做医生的呢，都主公讲话观音真些啊。那对主公讲，可能想要做嘛嘅，你就讲啊，讲来祈保你想要做嘛嘅。观音真些哈。我期望因想做一个好医生，帮助大家得到幸福。我开始用母语跟我的爷爷说话，就是讲话的时候刻意讲几句客语，让他们听起来会很开心啊。因为在我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个第3代，我们到台北，我爸爸他们在台北，民国50几年就来，那我这个等于是他们第3代。当年在北部客家人某种程度在台北有相对的被排挤，我觉得至少我得到的讯息是这样。客家人是这样子，在这块土地上，那算什么房子？你这个这收成不好了，他不会守住把这改善了，他就走啊，他就卖掉啊。这土地算什么？那些算什么？他是一直迁移的，所以他那个根性着根的那个不大，所以不大的结果，他很难在他在一个位置上被人家重视，说他想做什么。这边经济不好就迁啊，所以客家人是一直在动，而且台湾客家人400万人，全世界客家人好像有2亿人口，这么庞大的族群，怎么会一直觉得自己是弱势，一直客居在别的地方？那我们是一个强大的族群。好，台湾唯一一次为土地跟外族去打的，台湾人没有，只有一个人带头是谁？吴唐兴。客家人嘛，好，这之前的1895号，吴唐兴，然后台湾第一次工人运动，台湾第一次劳工运动，劳运，全部都是客家人。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客家人扮演多重大的角色，我演吴唐兴，他义勇军统领，等于邱逢甲那个时候，抗日3杰江少主、徐襄。吴唐兴都是客家人啊，因为条约的关系，日本理所当然接收。我觉得这个在历史的这个法理上面是政治正确哦。但是他没想遇到在山区遇到那么多客家族群的反抗，客家人，我客居到台湾来，这块土地还是我的，我不容许异族来奴役我，我跟你拼。身在一片干枯的荒漠，
潘朝生老师，他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油画家，客家人。我也是从年轻演到50多岁。我爸都说：“哇，你都演那个大人物呢哦，徐蚌星哦，吴汤星哦。”我爸都会这样讲，他其实很开心，就是说，我也觉得我很棒，很棒的一点就是说，我很开心，说我这么晚才接触客家文化，但是我们客家人这些伟大的领袖，我有这个小小荣幸可以扮演他们。那我的父亲当然很开心，我儿子都演我们客家英雄，我很开心。故意用他的就是像华仔的一些角度，然后再跟你讲话，再跟你演戏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辛苦，然后看一看他，人家没很苦，你这个小朋友还怎么苦？节目拍摄的当天是温升豪的生日，温升豪在这里回忆起爸爸送他的第一个生日礼物，竟然是英文字典。谈起小时候，温升豪好气又好笑地分享他的童年。但你们知道，咱们的偶像温升豪，他心里其实也是有一个偶像的。这偶像到底又是谁呢？客人欢迎光临，咱们在这段节目呈现给大家更多温升豪与他的偶像的互动。摄影大哥朋友们好，这是温升豪的哥哥，还有温哥哥你好，对。家庭对我来说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看到他们，我就很自然会有脆弱的一面，因为我平常在外面很少会这样，可是只要有家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像小男孩，我就想依附他们这样。我个性比较不服输，但是我不服输最大的关键是因为我背后有支撑我的力量。一个人不服输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你被打，最后也是屈打成招。但是你被打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信念说我不会倒，因为我后面有家庭，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庆幸的地方。可以帮我签名吗？可以吗？可以啊，你们从哪里冒出来？他怎么知道这里有人？这一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恁讲的 surprise 啊！很快乐嘛哈。对啊，我想说今天生日还要工作，不要再刁我了。我爸爸礼物，我5年级收到了。好，对不起，我想起来，第一个英文字典，要我从 A 背到 Z， 叫我背英文字典。接下来第2份礼物，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有地球仪，这我爸给我的东西。小时候我们喜欢什么遥控汽车，什么铁金刚，孬损的铁金刚，就看书啊。所以我小时候大家玩铁金刚，玩什么飞镖的时候，我就在写书法跟看书。对，我小时候我爸爸不让我去外面玩。哇！我永远记得有一次过马路，我们同学脚踏车踩一下就过马路，我愣在那边，我不敢过，我真的不敢过，是我同学在跑过来带我过去。我国小3年级，我觉得我们这行业的冒险性太高，赌博性很高，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它投资报酬率算高。你如果没有强大的心脏跟家庭背景来做支撑的话，其实是很不容易可以撑到一个位置的。我觉得我有某种程度的英雄崇拜啊！你小时候看传记类电影或者书籍，你会想说，为什么同样怀胎10个月，这个人可以做到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不行，或者为什么他不行？那别人一定有他的超凡之处。你想，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灵魂跟个体，为什么有人就可以一呼百诺，站在上面的时候，下面就有那么多追随者？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好奇的事，就是牧羊人一样，难道大部分人都是羊吗？当2-3只羊往前面走，后面几百只羊就跟着走，他们都是不知道。那我不希望我是那种羊，我要么也当前面几只羊，你这样活得会比较有人生的价值。月亮和你一起数星星，银河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刘德华真的没变，你好老啊！你看起来没有比刘德华
小哎。所以那个时候我穿西装，我跟他说：“华哥，我从小看你电影长大。”他说：“你骗我。”他觉得我的精神领袖是刘德华，这个我亲自跟他说过。当然他不信，因为那时候我穿西装化老妆，他觉得我跟他年纪差不多。我是真的这么觉得，我有跟他谢谢，我非常谢谢他。精神象征是，就是他的工作态度会让我觉得很感动、感佩。这个工作态度是不止做演艺工作，你放在哪一个行业里面，你都一定成功。看这个以前刘德华演过的电影或什么的，或是他有新的想法，或者是变成他的一种调剂啊，就是他自己会比较过不去，然后他自己会觉得哇，看着这个偶像，他会有朝一日会跟他一样这样。这个精神象征很伟大，就是以前我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顺遂的时候，那就会看他，因为我都买他的 DVD 演唱会，看他在后台跳舞啊，流汗很辛苦这样。我想到哇，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其实可以很轻松的拍拍广告、拍拍戏，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辛苦，然后看一看他，人家没喊苦，你这个小朋友还怎么苦？那第一次尝试做舞台的东西，然后连演13场，然后又是主角，我等于2个多小时都站在台上，非常辛苦，又要跳舞，要唱歌。就是我的休息室，自己休息室里面就是放这些刘德华、张学友的演唱会。我是靠这些我的 role model 来激励我，他们都这样子，我们更要努力。正好都会故意用他的，就是像华仔的一些角度，然后再跟你讲话啊，再跟你演戏啊。但我不会明说，我知道就是他爱用这些招啊。我想啊，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自己成效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次那个发生的事是，大将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钟奖的入围名单揭晓，好，他没有中。没有入围，他本来很期待幸福的，一幸福他很强这样子。那讨论戏的时候，他面对3个人，一起王娟、彩仪跟那个琼瑄，他们3个都是金钟奖影后，真是金钟奖影后。咦，他怎么都还没有下来？这样，后来才从经纪人那边知道，哭了好久。好，因为温升豪事实上他已经4度入围了，对不对？有3次是最佳男主角，有1次是男配角。那4度入围，应该看起来应该就是比较可以很镇定的来迎接这个金钟盛世。可是呢，反而他这次的心理压力比较大。说心理压力比较大是一回事啦，那会不会是你的得失心更重？今年会哦，今年反而会势在必得吧？势在必得，当然是记得是听天命。跟他一起不容地谈的是我们温升豪先生。温升豪呢也是多次的入围我们金钟奖戏剧节目的最佳男主角的奖项了。4度入围也4度落空的温升豪，硬忍住男儿泪，难掩失落。会有点沮丧啊，当然，对，所以会希望更努力。但是我也希望强求来的果实不会甜。以前曾经在有些时候会很努力的去试镜什么拼搏，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后面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命定，该是你的坐在这边，你去签乐透都会中。他有这个成就了，那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对你不需要靠金钟来彰显你，对，那你的实力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对，我觉得《危险心灵》之前我比较是被动的角色，就是我会不断的送资料，不断的透过事件去争取我的机会。那《危险心灵》之后呢，变成是我变得比较主动选择我要拍的东西。也就是我的选择变多了，那我甚至省去了试镜的机会，试镜的这个过程，就大家因为看到你这个作品，认为说哦，你是一个还可以做表演的人。我
会希望能够好好做，就是在观众还需要你的时候，就观众所谓需要，就是第一，你的票房跟收视率都还有人愿意看的时候，把每一份工作做好。那当然希望做长做久。我蛮希望的是，我们台湾的演员年轻一辈，我们这一辈的男演员或女演员，都在华语片、华语电影里面有一席之地。我非常开心，我在年初就交了漂亮成绩单。我那个疯狂偶像剧，6月中一直要说要加演，刚刚导演又传简讯说很多人靠我吃饭，麻烦我一定要做。听到这开心，其实还蛮开心，就是当你有一点能力了。他说靠我吃饭，但那个是很可爱的一个说法。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有时候你的决定做一件事情，会让其他人有更多东西。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陈东华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越努力才能够越接近完美。那这个偶像所讲的这句话呢，深深影响了温升豪。是刘德华在拍一个手表广告上面，他自己写的字：越努力越接近完美。他跟我讲的是说，你努力工作做久了，这东西会是你。对，我们就好好在我们工作岗位认真的做，尽心的做。所谓的成果，你自己觉得 OK 就好，不是别人认定。你一年赚100万，跟你一年赚10万，你只要过得去。这就是你的成果啊！就终于把后事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我泪也不说。